绿生态园位于充满客家气息的高雄美浓。除了体验客家文化外，从6000坪的生态园中，可以认识大自然各种植物、昆虫和鸟类的生态与特性。今天天气不错呢，我们到外面走走，去路边行行啊，这只也是真的竹节虫，这个是同一种，但是它会模拟不同的状态，一个是快要枯萎的叶子，一个呢是要正绿的芭乐树，所以它会模拟像芭乐的叶纹一样。坚持不使用农药，维持自然的生态平衡，因此吸引许多昆虫在园中安心产卵繁衍。从这个妈妈下蛋到孵化出来，到吃嫩叶长大，这样大概都要2、3周，它就会结蛹。结蛹之后，羽化了就变蝴蝶。美浓纸伞远近驰名，体验纸伞彩绘，让旅游留下美好的记忆。比如说我现在画好有图案了，我想提个字，好，就上面提个字啊，鼓励啊什么可以。还有好吃的红板、新丁板，自己动手做，更能体会客家精神。美浓早期我们有做这个红板的习俗哈，那有一个特殊的日子呢，是更重要的，就是我们家中如果娶进来的媳妇有生到男生的时候，会特别做这一块叫新丁板，好给亲朋好友。除了认识自然生态、体验客家文化，园区草木扶疏、绿荫成林，在此悠闲慢活，更能享受片刻轻松自在、没有压力的休闲时光。上课喽！去我背行行啊！去我背行行啊！去我背行行啊！